肝癌排台湾人死亡原因的第2名，所以到底要安怎来保护肝脏呢？日本一个真有名的医生讲，奇异果这种的高桃啊，搭配猪肉会当解肝毒。也毋过，咱国内的医师保留看法。奇异果配猪肉看起来奇怪组合，但是有日本医师指出，奇异果的酵素会增加猪肉内面的护肝营养，帮助肝脏解肝毒。不过，台湾的医师持保留的看法。你经过这酵素分解之后呢，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分子叫生态。那生态它容易经过肠胃道吸收，然后所以它可以直接补充肝脏的所需要的一些养分。好，那它真正是不是真的照能护肝呢？这并不能这样说。把甲酵素转化做生态，是体内所需蛋白质的来源，包括白卵白加原卵白，但是不等于解肝毒。若是猪肉、奇异果，这些食物有相像的效果。像牛肉啊、鸡肉啊，也可以被分解。好像凤梨酵素啊，像这个芒果酵素都可以做这样的事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2014年台湾死伫的肝病人数高达13000人，肝癌是癌症死因第2名。要护肝，若敢若靠这个肉甲含酵素水果，嘛得爱透过正常的生活起居，食食爱平均，才会当事半肝肺达到效果。